大家好，我係子平。今日咧，我哋會講下呢個卡巴拉創世論嘅部分啦。其實大家都知啦，卡巴拉喺神學裏邊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啊。因為卡巴拉可以話係而家喺魔法界或者喺塔羅界裏邊一個重要嘅基礎啦。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學塔羅牌嘅話咧，一定咧就需要知少少有關卡巴拉嘅嘢啦。今日咧，我哋會講卡巴拉嗰10個圈嘅解釋啦，同埋佢創世嘅過程。當然唔會好深入咁去講嘅。我哋會用咧創世紀去解釋下呢個卡巴拉喺 Tree of Life 裏邊創世嘅展現啦。好啦，咁我哋一開始啦，我哋開始去講。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好啦，究竟乜嘢叫做空虛混沌呢？其實一開始啦，喺呢個世界之初嘅時候咧，係一片混沌嚟嘅。呢片混沌裏邊咧，我哋叫做無 Unsolved 啦。好啦，Unsolved 呢一個位置啦，咁其實係代表咗一切嘅虛空。我哋叫無，究竟無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咧？咁佢就話啦，喺希伯來文裏邊咧，呢個係 Lava Your Land 嘅小姐。咁代表咗一切創始嘅起點隱藏其內。喺呢個隱藏其內裏邊，我哋話所有嘅嘢都喺裏邊，而只係未顯現出嚟。所以無代表一切嘅所有。所以喺神學裏邊有一句零等於無限 ，Zero is infinitive 就係呢個意思。我哋話呢個係維度嘅顯現之前嘅可能。好啦，咁喺呢個無再去發展嘅時候咧，無我哋開始去到無限。無限代表咗呢個無喺整個空間裏邊，佢包括整個空間，代表所有嘅地方，然後無限光，佢擁有住所有嘅生命嘅能量，佢代表一切嘅起點。於是啦，喺呢個無裏邊咧，咁我就話佢分裂出神出現。好啦，咁下一句，神的靈在運行在水面上。我哋有時我哋會問，咦，咁如果神係創造世界，咁點解佢運行於水面上呢？啲水係邊度嚟呢？好啦，水其實就係我哋頭先講混沌嘅展現。我哋話水等於以太海，代表一切生命嘅起點。咁所以佢係用一個無名之源，一個海去展現嘅。所以神喺海上面分裂嘅時候，佢就係代表咗喺運行於水面上。好啦，咁呢個時候神顯現，佢代表第一個嘅那一層，呢個那一層叫皇冠，係啦。好，咁代表神嘅存在啦，代表一切意念嘅開始啦。佢呢個時候所有嘢都係虛無嘅，因為佢只係一個簡單存在嘅部分。但係佢一切都有變化，因為最基本嘅嘢已經被肯定。於是神運行，神的靈行於水面上，佢行啦，佢有去移動。然後神說要有光就有光，於是光誕生。呢個係第二個嘅樓一層，佢代表咗一切嘅可能性，佢係智慧 wisdom。所有嘅光咧係代表顯現嘅能量，亦都係神嘅意識嘅能量，佢象徵住所有嘅可能性。所以呢度係包羅萬有嘅地方啦，有無限嘅可能啦。所有開放嘅顯現嘅都喺度出現，然後神見到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於是呢度出現咗第三個分開嘅球體，我叫呢度 understanding 理解。係啦，光嘅產生代表咗所有嘅可能性，但係呢個光係無限咁大，咁所以我哋需要去整合剪輯。我哋話光太亮，我哋見唔清楚啲嘢，所以我哋喺校翻低嘅時候先睇得清楚。於是喺呢一刻裏邊，我哋睇清楚情況變得實在。於是呢一邊係光，呢一邊係暗。我哋喺 Tree of Life 裏邊咧，我哋話呢一條邊係代表光嘅柱白柱，呢邊代表暗嘅柱黑柱。代表咗顯現嘅光柱，凝聚嘅黑柱。好啦，咁喺呢個光同暗嘅反射裏邊，水反射出咗第四個嘅球體，第四個樓一層。
呢個留一層我哋叫做慈悲 mercy。好啦，光喺呢個反射嘅情況下，佢象徵住物質開始出現，因為所有可能性喺水裏變成實像，被立體化、被顯像化。但係呢個顯像佢只係得佢外殼啦，未有佢靈魂，未有精神。佢只係一個嘅影像，一個相片。呢個部分佢仍然都係喺光嘅反射之下，佢都係比較係粗糙而唔完整嘅。但係呢個時候係顯現嘅光芒，呢個係神第一個物質嘅顯現。於是呢個顯現需要被整合、被剪接、被剪輯，跟住理解所要嘅完美規範，佢將佢過濾變成更完美存在，於是完美嘅存在出現。呢個代表咗美麗 beauty， 而呢個完美係神所投影嘅佢自己嘅諗法，而呢個投影亦都意味住佢希望呢個世界變成咁最終嘅指引，於是佢連接到所有嘅另一層，而創造與損壞呢一部分亦都得到一個平衡。喺呢一刻，神所要創造嘅物質已經完成。如果佢繼續去創造，或者水繼續存在，因為水冇可顯化任何嘅嘢，物質將會不能定型啊。所以神就話啦，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於是水被抽離，喺呢一刻水離開咗，旱地於是露出來。好啦，咁呢個土地啦，喺呢個部分啦，象徵住神嘅倒影，亦都係一個空間。神存在所做嘅嘢喺呢個空間存在，但係佢未開始運作，佢未形成佢嘅王國，只係一個基本嘅土地。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喺水裏邊，佢開始建立每一個物體裏邊啦，去建立佢哋之間嘅運作嘅程序，佢哋嘅程式，佢哋裏邊擁有生命力。神於是喺度指引住佢，佢又話：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好啦，咁呢一度佢首先講咗啦，所有嘢各從其類，意味住喺呢度所有物質都被分裂為個體，佢哋會有自己獨立嘅生命。於是各從其類嘅時候，光喺度照射到入去，而成為咗佢裏邊內在嘅生命力。光嘅生命力射到入去啦，所以每個人擁有住神嘅光嘅碎片，佢就俾佢驅動嘅最基礎。呢一個部分象徵住生命嘅起點、生命嘅起源，亦都代表生命力嘅部分。生命就係神嘅光芒嘅顯現，所以每一個生命都係神嘅顯現嘅一部分啦，神嘅碎片啦。亦都點解我哋話煉金術裏邊喺每一個物質都可以揾得到異態嘅碎片喺度？咁但係喺呢一個生命力裏邊，佢本能力量並唔容易控制，我哋容易被本能所驅逐，所以神發動咗另一個嘅球體光輝。呢個光輝來自於2，代表所有嘅光芒反射由 Beauty 所反射落嚟，Beauty 指引去反射翻落嚟。呢度係光芒嘅位置。神說天上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於是神做了2個大光，光的管晝，小的管夜，又做眾星，就這樣把這些光擺列在天上，鋪照在地上。我哋話呢度是地，呢度係天，風係天，上面就一個咁大嘅宇宙啦。下邊一個小宇宙嘅部分就代表我運作嘅世界。好啦，喺呢個世界裏邊，光芒指引落嚟，佢定下咗我哋運作嘅規律。於是佢就話可以定節氣啦，定歲月啦，定噼里啪啦嘅嘢啦。所以呢度係代表光嘅指引，亦都代表我哋理性接收嘅地方。呢個位置來自於3紀律落嚟嘅規律，來自於光輝對俾我哋指引，而佢平衡翻我哋嘅生命力、我哋嘅本能、我哋嘅感性、理性與感性嘅配合，內在
同埋接收外界嘅部分。於是呢兩嘢平衡，令到第九個球體 foundation 出現。好啦，第9個球體又係咩事呢？好啦，咁其實我哋喺之前嚟講啦，我哋擁有住好多嘅生命啦，我哋有一個基礎喺度啦，但係實質上呢個仍然係一個創造嘅過程，一切都未運作。好啦，咁聖經又如是説啦，咁又咁講：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田，但有霧氣從地上騰，滋潤遍地。喺呢個情況下裏邊，萬物被顯現咗出嚟，神嘅一口氣令到萬物擁有生命力，但係佢哋未仍然運作，因為佢未將佢賜咗活動嘅力量。所以喺呢個 moment， 我話喺呢個9嘅位置，神降下雨水，令到萬物運作起嚟，佢生命力被顯現 active 被活躍起嚟。所有基礎已經準備好，所有嘢可以運作。第9個地方，運作嘅開始。好啦，呢個位置佢象徵住我哋嘅內在精神嘅顯現啦，生命力嘅運作啦，所有嘢嘅運靈啦 system 嘅運靈啦咁嘅狀態。好啦，咁所有嘢都已經運作好嘅時候，我哋會出現咗痕跡，我哋出現咗顯現嘅個體，我哋透過感性而行動，理性而行動，我哋透過精神而活動，所有形成咗我哋存在嘅顯現。第10個嘅球體王國，咁呢個地方咧代表咗我哋活過來的痕跡啊，我哋嘅身體狀況。我哋話第9呢個 foundation， 我哋嘅基礎係代表我哋精神世界，我哋精神嘅活動，我所驅動我哋行動嘅軟體軟性嘅狀態。我哋發夢喺呢個位置，我哋思考喺呢個位置，而我哋顯現出嚟，實在做咗出嚟不能改變嘅位置喺第10呢個王國嘅地方。王國呢個地方亦都證明住神嘅存在啊，因為王國證明王權，證明國王，神喺度顯現咗佢嘅全部。所以我哋話王國顯彰神，神創造王國，光同影嘅關係，因為有神，所以創造咗呢個國家，呢個王國出現。所以這個就係自有永就，有呢個影就有呢一個影嘅主人。呢個我哋就係講緊10個球體嘅世界。呢個就係代表咗痕跡嘅位置啦。好啦，咁我哋都可以再去理解下呢10個球體基礎嘅意思。第一個存在嘅形式，皇冠，佢就話呢個情況有嘢顯現咗。佢雖然未定義任何嘅決定，但係佢已經有肯定嘅基礎喺度，事情已經有一個被肯定咗嘅唔同嘅方法。咁喺呢個地方裏邊咧，佢聯繫嘅牌嚟第一張，我哋話移動嘅對夫啦，都係象徵住不能肯定，因為佢聯繫住眾多可能性啦，亦都係代表咗一個未確認嘅基礎。好啦，第二個代表咗眾多可能性，智慧嘅地方代表所有嘅光芒可能。第三個理解代表咗思維嘅確認，計劃嘅確認，亦都代表咗思想裏邊實在化嘅地方。第四個我哋叫做 mercy 慈悲，象徵住物質嘅顯現、物質嘅既定化、形式化嘅地方。呢個地方裏邊仍然都係有粗糙嘅狀態，所以需要第5個球體嚴厲。嚴厲呢個地方象徵住過濾啦、破壞啦，亦都代表咗將啲嘢合乎於現實嘅痛楚。第6個 beauty 呢個位置比較麻煩少少，佢象徵住絕對嘅平衡、絕對嘅完美。但係喺其他嘅派別裏邊咧，喺佛教嘅派別裏邊啦，佢就話啦，絕對完美並唔存在係完美，即係根據翻呢個世代，所以佢可能會係呢個世代嘅指引。但係呢個世代指引亦都係喺另一個裏邊出現咗佢嘅唔好嘅地方。第7個勝利，我哋話呢個代表咗我哋本能、我哋嘅存在生命力嘅地方，佢象徵住情感、情緒，我哋嘅感官世界。第8光輝，佢代表咗我哋接收信息理性嘅世界，亦都代表指引嘅地方，所以佢代表我哋理性理解思維嘅狀況。
咁啊喺呢兩個裏邊，佢平衡咗感情理性呢一條就一個比較難咗啦。咁我哋咧其實通常都話呢一條咧，如果我哋喺 Rider Waite 裏邊啦，呢一條我叫 Star 啦，因為我哋認為人類裏邊有佢神聖嘅因子啊，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哋代表咗內在救贖嘅指引啊，亦都係咁樣嚟噶啦。第九個 Foundation 我哋基礎，代表咗我哋運作嘅模式或者精神嘅狀態。所以我哋喺塔羅牌裏邊咧，第九號嘅位置係我哋會咁樣行落去。呢個係我哋會慣咗嘅活動方式，我哋會咁樣行落去。好，第十個王國傾任係啦，呢個位置係形成結果，我所接受背負嘅結果。佢代表咗痕跡嘅全部，形成嘅全部，亦都代表咗答案嘅方式、形成方式。喺第十個球體裏邊啦，我哋喺用緊呢個版本係有第十個球體嘅。咁但係其實喺卡巴拉喺猶太教版本裏邊啦，第十個球體係獨立出去，係唔存在，因為我哋俾整個神嘅倒影。咁亦都有一版本認為十咧，亦都係回視翻去一嘅狀況出現個循環，因為佢係代表咗神嘅顯現啦。無論點樣都講好啦，第十個我哋所住緊王國都係一個獨特嘅地方啦，佢係一個唔完全完美嘅地方，呢個係一個需要考慮嘅嘢。好啦，咁我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內容啦，講十個球體內容就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啦，我哋嘅神秘學啦、煉金術啦、占星啦、塔羅啦等等嘅嘢，記得 like、subscribe、comment、share 俾朋友去睇下我哋嘅 channel。咁啊，亦都可以課金支持啦。咁另外啦，我嚟緊亦都會有塔羅班啦。咁啊，本身就話今個禮拜四嘅，咁但係因為咧工作上嘅緣故啦，我可能需要 delay 至下個禮拜四啊，因為我可能需要出埠咁樣。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對塔羅牌嘅特別塔羅有興趣啦，咁記住聯絡去留意報班嘅情況啦。我哋會由卡巴拉開始講起，究竟 Thoth 嘅內在究竟發生緊呢件乜嘢嘅事。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專業地、深入地學習乜嘢叫做 Thoth Tarot 嘅話咧，咁記得去報名啦。好啦，今日我講到呢度啦，咁我下一條片講咩？其實完全未定，因為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專欄啦，我哋只係一個想拍到啲咩諗咩就拍啲咩嘅狀況。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咁下一條片再見，拜拜。